中国挂牌船最近定定伫咧咱台湾海底电缆附近驶来驶去，这几天又有一只明德4000G出现伫咧屏东房山，甚至是急皮皮唔离开，企图咱的海巡署公布赶几若改，才愿意驶走。感谢大家过年期间坚守岗位，让国人安心过年。透过无线电和海巡署北部分署的安检所通话，感谢海巡兄弟伫过年期间坚守岗位。总统赖清德27日为免海巡人员特别讲到中国一直对铺设地带的侵扰。你们有一个工作，尤其辛苦，就是面对中国的灰色侵扰，我们海巡弟兄姐妹也都一定要站在第一线，捍卫国家的安全。最近几年，两岸关系是真紧绷，尤其最近是真侪代志。最近中国的宽机轮是出现伫屏东房山的外海，像是23蒙古籍的宝顺号、25的保利轮，阁有一只明德4000G，是伫海巡兄弟才一摆透过广播和验尸经过之下，才较紧来驶离开海南区。轮刀都查气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可能。你要去发展它的空中侦巡能量方。拨一些经费给一些轻航商去做相关的查缉的动作，这部分来说是可以弥补我们空中侦巡能量不足的一个先期手段。面对中国宽机轮出现伫铺设地带的事件一直发生，专家建议讲，除了建置无人机，嘛会当请民间的轻航机业者来帮助，增加侦查的量能。目前台湾已经针对挂喀麦隆、蒙古等等5国机仔的货船，尤其船东公司伫中港澳门注册的，严格来检查，已经甲52只船列入黑名单，希望真侪种方法来防堵有可能的铺设侵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